点小事竟敢批评为师？为师分他心爱的罐头，难道是想害他吗？竟敢怀疑为师的用心，为师生气啦！为师现在就要离家出走！喵！帕洛斯那家伙，打团的时候居然敢挂机。这个人虽然很微弱，但老夫还是闻出来了，他身上有我最喜欢的进口罐头味道。喵！这猫。喵喵！你的罐头藏在哪儿了？快拿给我！好臭，这猫好臭。总感觉这股臭气有点熟悉。喵！师傅，你这一天都去哪儿？喵！老夫臭吗？臭吗？臭吗？对了，师傅，我给你新买了一箱罐头，你记得自己吃就好了，不要勉强小孩。师傅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为师错怪你了，你真是个好徒弟。喵！众所周知，友情，尤其是中学时代女生之间的友情，时常会因为某些共同点而迅速达成。我的白马王子绝对是这个学院里最优秀、最厉害的人。我决心要学习的榜样，是立于这个学园巅峰之人。他就像太阳一样耀眼，积极向上又永不服输，拥有着让大家都围绕着他的魅力。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拥有强大的学历与坚定的刷题力。他可以一个人刷完一整本红冈密卷。你……我的白马王子家里好像有矿哦。他的家境富可敌国，但他从未在意过这些事。难道……而且他那一头灿烂的金发真是太耀眼了。老姐啊，你倒是看着我说话呀。是啊，他头发的颜色像是太阳神阿波罗。那个祖玛，是不是太夸张了？果然是同行。虽然他现在还有点矮，但他才高一。我相信他将来一定能长得高大英武，神气非凡。没错，是的，他就是一年必班的加德罗斯。可惜这样的缘分，总是掺杂着许多不定因素。这集的彩蛋必须是我。So it is the time now, the time for you.